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歡迎你嚟到天堂美食呢個頻道，我係杜師傅。今天同大家分享一個就係鹹肉粽。材料：五花豬肉500克、鹽7克、五香粉6克、生油、蠔油、鮑魚汁、胡椒粉、酒、豬油、去殼嘅綠豆、蝦米、花生、鹹蛋、濕花菇各適量。五花肉半味放冰箱醃幾小時，糯米冷水浸泡3小時左右，濾乾水分，拌鹽、豬油備用。糯米4磅，浸泡後放鹽巴20克，豬油20克拌勻備用。呢次我哋分享兩種鹹肉粽嘅做法。先做醬油嘅，糯米放少許嘅生抽、老抽拌至有色，各配料用少許嘅鹽拌勻。醬油粽採用竹葉、荷葉包方形的。水滾放粽，中慢火煮3小時左右即可。接下來包一種常見嘅鹹肉粽。
包種子嘅關鍵，鬆緊適中，過緊過實都會影響種子嘅質量。開水煮種3小時左右即可，採用中慢火。傳統美食可根據個人嘅喜好，放些鮑魚、乾貝之類，香濃軟糯，惹味可口，眾人喜愛。謝謝你嘅分享，下期節目見，拜拜。